真好食。来哦，来，哇，安拢菜拢出错啊！哦，你们来提包装了。是。要食进前哦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虾米队？我是文化艺术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你是？我是酸肉，我是艺行，我是乌心，我是易经。哦，四位小朋友啦。来，请坐，嘿，免客气哦。请坐啊，碗底拢甲恁摆好啊。啊，这拢是阮那个大萤火顶悬的一寡便菜。来，请用，来，开心的。好，来，哦，来。哦，这个哦是我上介意食。阮少阵哦，这个哦厨房的料理哦，一道又赞的，我甲你讲，生硬。白大黑，你有看我低落去无？我来甲你叫。等下，尊长，你先莫生气啦，小朋友，你敢知影尊长是安怎会安尼生气？因为白大黑家伊的底用力气。就是我讲的是第一。唔是啦，我甲你讲哦，食饭的礼貌吼有真济啊，爱先互士大先当的，谁是士大？就是这位。哦，我是士大。对，这士大文nghệ菜你就先艺，而且你手哦，搁伸这么啊长，你应该先当nghệ菜nghệ了，你才会当艺，安尼哦，足无礼貌的，有可能去甲伊弄掉，还是讲吼，这菜落伫咧刀仔顶，还是无细你去顾着伊的衫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食饭有啥物礼貌爱特别注意的无？袂使家己插伫咧饭内底。哦，哎呦，厉害。有诶，啊，搁有无？食饭的时阵也要坐好好。啊，坐好。哇，我甲恁讲哦，就亲像拄则小朋友讲，咱食饭的时阵有足济哦礼仪礼貌爱特别注意，就是咱甲讲我安尼捧好调，两只手安尼捧好调，啊，搁有爱坐好食，啊，嘴内面有物件的时阵，莫一直讲话，安尼哦足无卫生，啊，搁有食物件的时阵袂当安尼伤过大声，啊，搁有小朋友拄则讲的，这猪吼袂用插伫咧碗罐顶，安尼都足无礼貌的。人咧讲啊，你若是想要熟悉一个人，为你食饭就会当知影这个人的素质，安尼会当开始食饭啊，啊，哦，饱，你有饱无？哦，拢饱起来。啊，要收啊哦。哎，休息了。别吃啦，哎呀，你食了啊？你讲足久的啊。对，不是啊，我是吼真想要听你讲的，不过你听我讲上久，我有够枵的。对啊，因嘛食足多啊，因只是拢食到足生气。哎呀，食遮济，拄好你即摆物件拢食了啊！啊，有一件代志做唔对，我想要请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是啥物代志做唔对？要食完的时阵，爱先问看卖有人搁要食无？哦。是啊，小朋友讲了足好的呢，就是爱问者啊。是啊，你啥物拢无问，就亲像咧放刀时阵，后尾食了，你就甲物件包转去。最顶我太慢对来歹势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为着要弥补你，黄小姐，你去传一道，请伊。来，烫住啊！无聊啊。无聊。安尼无聊啊。啊，歹惊，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无你就互阮摕保装啦。摕保装啊？摕保装啊，即摆嘛袂用食物件啊，大家拢食饱啊，可能我无食到啊。摕保装来弥补恁敢会用诶？应该无想要食饭，我看到伊腹肚枵啊，去买了啦，腹肚枵啊。摕保装，要摕保装无？无哎，别，我摕保装来弥补啦。好啦，就你来摕保装弥补啦。是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天来卡。台语上咧等，恁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。我的保装恁就摕袂走啊！来哦，淡水来的小朋友，第一关要来抢大片咯。哦。啊，不过抢进前哦，听讲有几啊位小朋友会有一寡无共款的才能，会晓写灯饰。是，请问是倒一位？野手。好，叶行。啊，你有写过啥物款的灯饰？下飞机。
迄算是游戏安尼啊？对哦，啊，你家己写出来，对，哦，那真厉厉害。害咧！哦，即摆我甲恁讲，这关要安怎摕大片？好，来，3分，通啊摕1块大片，6分，通啊摕2块大片。哦，爱尽量讲哦，吼。准备接招，现在卡，第一题。来，几个你该讲几个你？你在放屎的时阵会有一粒一粒的物件，放屎一粒一粒，放袂出来，味觉。毕竟水，大虾，来哦，bonus 来哦，两个你，注意哦，bonus 哦。两个会叫人卖破杯，卖破杯，会无中。哦，爆掉，哇，哦，啊，几个你？你对两个 copy，你，两个你，喂喂，对 copy 对 19 COVID-19 个你，的时阵会有两条线。哎，更加大虾，拍景。较近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几个你？两个你，出生的时阵你会去护士阿姨遐摸的。我这物你件，讲啊，有点，对，哎呀，大虾，三个你，三个你，你受伤的时阵，会阿爸。哎，保修，会有急救箱，急救箱，好来，几个你？哎呦，哇哇哇，你的嘴会一直，啊，要无人啦，加油哦哦，，落一个啊，落一个啊，三二紧讲，你感冒的时阵会有的镜头，想要到酸药先你先要的嘴去混啊，会一直发出声音，头晕目暗，就快快快，哇，好啊，好来，几个你？三个你，身体真好哦，先阿母在出事的时阵，三个物件，红个啊，哎呦，哎哇，哦，哎呀，几个你？厉害厉害，厉害，摆啊摆啊摆啊，这种糖会开有四个啊，哦，三呢三呢，几个你？两个你。我被超过啊，你泡上啊！啊，酸药，啊那这紧就忝啊。就是我平常时啊无伫运动，哦，我运动啊你家己知知的。这老师就是知啦，我知啦，我就是体力无好。对啊，哎，啊，不然过来看卖一头先迄个 bonus，就是祝你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你也保重，你若祝你身体健康，祝福的话哎，祝福的话。好啦，其实讲了真准啊，一届就讲提。恁敢有算唔对伊？敢有遮侪题？有甲8你题，猜你有就紧的嘞，系啊，8题2题大评，佮加上 bonus 就是3题呢。嗯，来啦，3题，啥题？第三题，来第三题，摕个大屁大声甲念出来，米黑，米诶，拢会用的，手夹，手夹吧来，再一个，马祖鱼，好，来大起你，拢会用的青菜蛋咱会，袂使个提啊。等下我搁互恁退啊，这够退着。哦，来吃，哦，大家拢表现得真好。好啦，第2关啦，真正要甲秀起来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哇！今年第1关就文化国小摕3块大片啊，有心。第1关就摕3块啊，即马感觉紧张，有一点啊，嘛是有紧张，嘛是有一点仔紧张啊。对，哦，啊，这个声母有熟悉无？有，有，啊，你个更加免搁较紧平张啊。常发挥就好啊。对啊，照你的感觉发挥，帮我轻松，来跳跳。啊，这个对，加油哦！啊，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一日35个，你若行5架，就有1块大片；10架拢行煞，就有2块大片。你两边爱互相合作，知无？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！来，好起啦！嘿嘿嘿！来哦，前，对，游起你啊，甲手起来！你个，较紧嘞，较紧嘞，有听到无？我知道我嘛，还是无半步，无半步，哎，是啊，他用的中哦，哎，真厉害哦！
头，今年无看无都见着你头，那还无看无咧。我这当当啊，来对啦，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，安尼就对啊。你头会当，继续我听。你头会当碰，你头会当当啊，啊是用头啦，拜托的啦。用头，去啦。要怎送啊？哎，你懂我的问题哦。当边啊啦。哎，我，用头，来家，哎，对，一波来一波，你是倒有啥物哩？得啊，倒啊，水。来，好去啦。来干嘛？这件一波，用头。时间有限哦。好，搁一波，来 KH 科有啥物哩？哥，科妹妹，科有啥？今日到上卡电话，卡电话对。来卡电话。好去啦！你用头该出轨。哎呦，两波嘞！青两 H 是好有啥物哩？虾啊水，哎呀，电话来，好去啦。看卖啊，这球是啥物状况哦？用头。哇，这摆人算啊，两波，这是日啥物哩？日头对。好来，哎呀，较紧，我时间要袂赴啦。哦。歹势，气死！这你看有别哩无？大声讲出来。来，搁一下。无单。温柔，有讲，好，对，来，好去啦。喜欢，高贵！哎呀，时间到，真能叮，时间到。好，头先个状况足刺激，足好看的呢。然后好看诶。啊，头先安怎牵拢牵去红色遐呢？真准。好来 ，KH 是科，搁有啥物字？开门，哦，开门。有时你袂使我讲，拢你咧讲，换其他的同我讲。我恁爹好好。啊，考试。好去。都有无？头卡，头壳对壳。好来。秀起来。收起来。好，今日给一块大片。嘿嘿，下煞大声，甲伊念出来。文班来打起你。当然用啦，当然好起来啊！我甲即马搁足歹相信，咱的宣玉伊是无伫运动，伊就规感觉人伊是就爱走外口，就爱运动的。系啊，好来，最高运动的。上尾关准备接招，引来噶。Just do it！ 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汤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Just do it！Just do it！ 想看卖啊，要考啥物题目咧？好，对，考伊这题，我感觉以因的能力来讲哦，上适合伊。要安怎来摕大片咧？5分有一块大片，10分就2题，加油哦！来，请出题。小朋友真少挑，小明甲小妹吼，因做伙去台南佚佗，啊，伫咧遐吼拄着当地人，当地人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是对倒来的？因就吼，小明就甲回答讲，咱是对台北来的。请问一下，我头拄有倒位讲唔对去？因为一个所在讲唔对，咱甲问，伊应该来讲问。敢是？敢是？咱甲问，所以应该用问，对唔对？哇！哇！中诶，好，我解释一下吼，咱呢就是包含迄个听的人，做伙听的人，啊，阮就是无包含听的人。好啦，来啦，选一个分数啊！记得哇！你甲算好啊？吼吼，会会哦，要换无？我喂，真的无爱换一个啦。我记得好啊。真的嘛是真的。好啦，互你换一个真的啦，我袂甲你骗啦。好，好，啊，你选别个。这个
多一个，对，这个这个好，Just do it。哇，2分，有先袂歹啊，阿袂歹啦，有2分啊。酸肉、体育无好，啊，就靠甲这球类有关系哦。体育的。嘿，体育的，安尼咱就来看卖题目是啥。好，这球类是百款，再问一个，肉球、橄榄球、野球、篮球，倒一种球唔是圆的？这球类是百款，再问一个，肉球、橄榄球、野球、篮球，倒一种球唔是圆的？跟那球，橄榄球，橄榄球，橄榄球，伊应该就是橄榄球嘞，那会唔是圆的？啊，毋过你无想讲肉球，还是嘛唔是？我唔知是啥物，我无听过。所以你选的是跟那球，橄榄球，橄榄球，对，对。哦，来，请解说一下，道具来，肉球，肉球是圆的，圆哦，耶，够哦，野球野球野嘛是圆的，耶，啊够哦，这是啥？那球，篮球嘛是圆我要较像的这啊，另外一个应该较少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另外一个，橄榄球，哇，的，橄榄，球，这不是圆的，哦，换一个，看卖多一现在空，算了哦，我袂使讲你任何的提示啊，袂使，袂用的，即空，确定？快点，到底这空是几分的 ？Just do it。 5分。哦，杜 Vicky，踩了哈，哦，几位，酸肉，你今日开始哦，我跟你缠无到死无啦。哇，真正是，我想看卖，你敢有兄弟姊妹？哥哥，好啦，我莫加问啊，甲兄弟姊妹有关系的题目，听清楚哦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小朋友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啊，有弟弟，有妹妹，有姐姐，请问一个，咱来要一个你，屁，屁屁，屁是啥？哥哥很屁三靠，三个靠拼哦，屁呢？拼。哎，想哪？哦，因为弟弟妹妹姐姐拢有喙，三个口。袂歹啊，哎呀，伊有一个字啊，哦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屁，拼。屁，对，对。哇，啊，丁丁，解说一下。对，小朋友这里就是歌，唱歌的唱歌的歌歌，因为无哥哥就是欠哥哥。你看歌是一个歌嘛，甲一个欠嘛。哦，真好真好。好，几位，甲你鼓励，毋过无分数，歹势。啊，徛这，叶真，我看卖一个，最近身体有好无？袂歹，袂歹，好真好。安尼有当时啊，咱会拄到一寡状况的时阵，要安怎处理，就看你平常时生活的智慧有济啊无济。来，请出题。来，老皮花的时阵，除了爱野头以外，还佫爱甲这个边仔的两边啊定安。请问一个，以上倒一个是老皮花处理方式唔对的？好，丫头，丫头，野头，进前捌拄过老评委的状况无？啊，你当阵是安怎处理？哦，是安尼，哦，哦，对，对，哇，中了，中意。来，请解说一下。对，绝对袂当野头，因为今只野头哦，这个花会留伫这个脑后内底，啊脑后可能会留到这个气管会砸掉，所以足危险的，袂当野头。安知无？哇，真标准呢。来，你有想要插这个多边的啦？对，伊要选，这我头先就讲过。来，算看卖啊，要得一个，小紧一个。哦，一个，叶真，你这个分数非常的关键，就是这个吼。 4分， Just do it！ 4分，4分，啊！来，3分啦！啊，你
拄拄好，10分，恭喜恁，通啊摕两块大片，10分两块大片。把下条量出来，你填啥？龟欧没有，暗沉。好，来大吉利。哦，小朋友来一下。哇，咱用保重危险哦。嗯，不过到底敢摕到保重嘞？现在。来到上刺激摕保重的时刻，到底敢摕到咧？哇！伫个要背进前，请问一下，恁敢有想要耍位咧？我被稍微。好，有心想要耍，来看你变哪耍，啊，这会使再动我紧。安尼。哦，一半一半。哦，一半我甲你敲过来遮呢，看较水。确定是安尼？会用的哦。嗯。哦，咱的月经手甲放去，跳甲出来一悬嘿。哦。你要背超过1空，才有准绳哦。哦。到底来自文化国小的小朋友敢摕到保重咧？请背。哦。恭喜！来，哇，上到这大溪有啊！大够细，来，这里暗时用的对来哦。暗时用的对的。红小姐，咱送的是什么款的礼物的？上的呢是这个用木做的，你爱家己倒啊吼。一个是这个嘉义美术馆，哦，嘉义美术馆。对啊，另外一个是虎城，啊你会使吼，虎城是这个跳棋，会使算的。这赞的呢。摕到这个礼物，你有欢喜无？哦。啊，今仔日参与来，我有感受到恁的紧张。啊，不过今仔你真正心情是啥款？我就欢喜，足欢喜的。来，啊，你的心情呢？好心。嘛是就欢喜的。来，咱的叶生你的心情，我嘛是就欢喜的。嘛是足欢喜的，真正欢喜。啊，台语能力真好。对。啊，算玉，你的心情呢？就是淡薄仔紧张，毋过足欢喜。虽然有紧张，啊，不过恁表现了拢真好，能力嘛拢有。希望恁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。